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11公司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洪敏珍。咱先到庭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变种病毒 Omicron 已经正式传入来台湾，是3例境外。也拿中央医确诊案确定画到的是 Delta， 甲实验室内底的病毒共一只。公投前1礼拜，民进党今日伫咧台中，国民党伫咧立法院拢派大咖出来宣传演讲，争取民意。欧洲的疫情搁再压起来，确诊甲死亡人数继续增加。德国甲法国即马有大病院传出医疗体系特别崩盘。新闻头起先呢，咱先来讲变种病毒 Omicron， 即马已经正式传入来台湾，拢是境外带病移入。一例呢是昨的境外对史瓦蒂尼入来 CT.28， 因为今仔日呢有2例对英国甲美国转来，即马这3个人拢已经伫咧负压隔离病房治疗，接触者初步检出来拢是阴性。因为针对中央医确诊案，指挥中心也证实讲伊画到的是 Delta， 但因为这实验室的岛甲门拢验出阳性，所以无排除是环境感染。国内出现头一例 Omicron 确诊个案，16829例是车站公布的境外移入个案。指挥中心将个案入境国为南非州政府斯瓦蒂尼强调12月7日入境，加长工初9集中检验所检出阳性CT.28，在已进行病毒基因特殊，确认是 Omicron 病毒株共班机接触者10人，目前初步采检是阴性。在边境我们拦阻了 Omicron， 它一定会到台湾，也有可能有漏网之鱼。所以这样的一个警戒是不能放松的。记者会结束了后，随即指挥中心公布增加2例 Omicron 病例，168控诉英国境外移入个案 CT.21.6， 可能12人采检是阴性；16818是美国境外移入个案 CT.26， 地处计20人采检阴性。我们的病毒量也大概没有像 Delta 的 CT 值都在10几这么的偏低，有一个病毒量偏高的一个状况。前中研院调病女研究人员16816例病毒基因定序结果出来，经过检测发现，甲 P3 实验室中的 Delta 病毒株符合，甲6至9岁本土 Delta 病毒株无同，初步确认感染源甲社区传播无关系。中研院也亲自到指挥中心说明，强调这名研究员第2摆去互实验者家乡迄天，实验室内有3人，分别操作的是武汉病毒株、阿法甲 Delta 病毒株，同时女研究员操作的是阿法株实验器。无排除高发感染可能。那按16816操作的呢是阿尔法株攻毒的老鼠。目前我们不排除在 P3 实验室内有交互感染的可能。桌面有一些门把这些的处所，比例值算高，做进去的我们也会做。指挥中心也证实，这名研究员捌伫淡江大学进修推广部修课，同一节课有12名同学、1名老师，全部列为地处隔离，已经安排带入集中检疫所。PCR 检测结果是阴性。指挥官陈时中强调，目前本土感染个案事件，甲前2天比已经朝向安全方向发展。年底大型活动未强制防疫措施，也毋过呼吁民众赶紧做疫苗，确实做好自身防护。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针对这位实验室的确诊者，中央嘛有公布伊去过的所在，包括伊捌坐过306甲那21线的公车，伊嘛捌去过南港甲汐止。即马呢，新北市汐止的国泰病院已经加开时段要来到采检。在咧中研里长今日透早也公布放送，鼓励民众赶紧出来体检。今天早上9点到12点，下午1点到4点有行动筛检车。我伫中研院的社区里长伫拜6早起公布，鼓励民众去快速检查。重叠都一定会的啦，比如说它有306栏21，都经过我的研究院路嘛。所以说，里民为什么会很踊跃来检验，也是基于这个缘由。比如说周边细致的啦、九如啦、旧庄。中研院实验室21日女员工确诊进前去过南港甲汐止，70拜5中研院甲附近的民众，共有300多人去快速检查，拢是阴性。在伊继续有检查车来进驻。另外，在新北市的汐止国泰病院也珍惜时段，互民众来检查。可能从实验室出来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那实验室假如说目前我们已经有86位是阴性，那在实验室里面其他没有第2个病例出现的话，那表示说这个是可能是一个个人的问题。那个人的问题的话，当然在
在它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严格的管控的话，那这个理论上是可以很快可以控制下来。也有专家认为讲，即摆案例凸显实验室防护标准流程，必须爱找出是倒一个所在开出唔对。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四大公投12月18就要登票，民进党呢今仔日是伫咧台中办大型的说明会，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参桃园市长郑文灿拢行卡到，希望民众会当死的无同意。民进党公投说明会在日来到台中，总统蔡英文亲自出席，表示四个公投案上互伊烦恼的都是反来地进口，因为台湾要走向世界，美台甚至有机会建立更较紧密的双边贸易关系。美牛伫政府的监督之下，已经进口9年，无道理22滴，引起世界各国的质疑。反美猪进口，更会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严重影响台湾对外经贸的整体的布局。这是这一次我们公投最困难的一题。开放符合国际标准的美猪进来，我们也一样会把关。行政院长苏贞昌为政府能源政策辩护，认为在疫情之下，台湾经济稳定成长，才是需要用电的时阵。能源转型政策中，三才是关键的一步。另外，抗真侪年无用的核素绝对袂当中起，安全稳定性方面当袂去考验。执照已经过期，基建已经停产，厂商已经解散，燃料棒已经送回美国，这是要它重启。所以国民党这是蠢得乱的。桃园市长郑文灿也徛台宣讲，强调为了保护桃园烟花的海草大，已经开出2400张罚单，绝对袂因为能源政策破坏生态，请民众放心。4项公投案18就要投票，正反双方把握时间寻求民意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因那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阁有郑道南发起人赵少康，今仔日呢是伫咧立法院外口宣传演讲，不过并无看到新北市长侯友宜出现。针对核废料敢会永远放伫咧新北市咧，马英九回讲，比较较危险的迄种会放伫咧燃料水池放15年，再搁加放起大式的杜坑槽，认为讲这是会当思考的方向。我都很怀疑，现在苏贞昌知不知道自己讲的哪一句是真的，哪一句是假的？为着伊让他早一点退休回家，1218，互伊莫搁错，安尼好无？公投即要投票，国民党在拜六下晡举行6都说明会，最后一场转来到台北，呼调支持群众战斗蓝，4个公投案拢投下同意票。4项公投都是民意的决定，我们是站在民意这一方，而民进党却是用二把的方式来对抗民意，处处的跟台湾人民来作对。今天他们说马英九，你让小牛进来，为什么不让猪进来？他们搞不清楚猪跟牛是不一样的。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有战斗蓝的发起人赵少康，伫立法院外口来宣讲，也不敢无看新北市长侯友宜。没有我们都没有联合任何人这样。对你刚刚提醒我，对啊，应该约他才对哦。我觉得侯市长他当然有他的为难之处啊，因为4座核能发电厂，3座都在新北市嘛。位在新北市的核议立场陆续进入第一个阶段，不过关键的核燃料也是无都提出来，和反核团体讲是无所在通放。赵少康为侯友宜来讲话，也不若是重新来启动核数，核废料是不是永远放伫新北市？马英九无正面来回应，强调高端的核废料应放伫燃料水池15年，结果改做大式的杜造已经是可行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讲台铁这3个月来定出包，已经发生9件事故，行车安全又是互外界真烦恼。交通部长王国材这半个月来开2届会，要求台铁的主管定着爱有决心，爱好好啊解决。因若针对东部偏远地区人才留袂调，即马台铁拍算要互员工加急，希望降低因调职的比率。12月7日，台铁207次泰勒国号伫经过台里到福隆中间，互铁路条公掉，车头玻璃被钢架强要裂开，差点造成泰勒国号花莲事故再发生。交通部长王国材要求听话台铁干部处长加技能段段长，最近也2摆召开会议，要求台铁一定要落实安全解决。留给台铁局他们整个在人事座位上来处理。那初步还是一样，就是
公务处的处长，还有宜兰公务段段长可能都会调职。我知讲台铁已经134年啊，即阵伊阁是穿衫来改衫，真无简单。要求台铁的主管向四大面向来努力，包含落实工地管理、牢固设备更新，伫边埔工程找来优良的厂商。另外一样，宜兰花莲台东遮偏远的地区人较老袂调，检查员甲监工申请转调比率悬，造成人力出现断层。工作也歹接起，已经要求台铁提出偏远加级制度。一个偏远地区的加级。来留住人才变得很重要，要不然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变成一些新人的训练所，训练完就离开这样哈。台铁企业工会表示，欢迎看到交通部对偏远地区予伊加急，这种确实偏远地区的人力流失严重，造成现场大部分是新进的员工。不过，对着交通部向公司化方向改革，企业工会依然是反对，认为应该先解决资产负债这个问题，而且多多甲基层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黎巴嫩毒炸案。当地时间7日暗时啊，伫咧南部港口的城市泰尔，有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内底呢，有一间仓库，专门咧放治疗新冠肺炎的上述板。想袂到讲转熊爆炸，火阁烧到附近啊，亲像是武装组织的军火库，灾情严重，上无12个人受伤。爆炸声无停过，红色火光甲天光照甲亲像白日。黎巴嫩当地7日暗时，南部港口城市泰尔，一个巴勒斯坦的难民营内底熊发生爆炸。أنا وبناتي ولاد بناتي ماشيين على الشارع فجأة سمعنا صوت دغري لقينا تحت الحيطان ومع شكاطرة صارت الناس تركض ومعشيها。外国媒体报道，当时是可能治疗新冠病人用气筒的仓库熊爆炸，大会可能个拖烧一间武装组织哈马斯掌控有可能军火的清真寺，所以后壁一直有爆炸声，造成至少12个人受伤。救护车、消防人员嘛赶去现场，载运受伤的人去病院。ساعات حصل انفجارات في المخيم ناتج ما حدا عارف عن شو عم بتتابع هذا الشيء من قبل الأجهزة الأمنية مع السلطات اللبنانية وراح يصدر بيان عن هذا الشيء من خلال المعنيين ولحد هسه ما عندنا شيء تفاصيل。因为黎巴嫩境内的部分难民营受到武装组织掌控，黎巴嫩政府照惯例是被禁止这营地。这个发生爆炸了后，当局派出军队封锁区域，阻止民众进出营地。黎巴嫩南部的国家检察官嘛要求安全机构甲武器专家检查属于哈马斯的武器储存地点，嘛疏散爆炸周围区域的居民，避免伤患增加。国际新闻台是东朋友。原来即马伫咧欧美疫情是搁再开始压起来，加上 Omicron 出现，正伫咧德国、法国有一寡大病院，重症病房是拢客家满，医疗体系特别自在袂调。原来美国甲英国即马经过第3期疫苗的数据评估，认定讲对抵挡新病毒确实有影有防护力，拢鼓励民众做第3期。在了当天温度降低了后，欧美各国疫情又搁开始升温，加上新冠变种病毒Omicron伫各国拖，除了德国柏林、法国马赛的真济病院的重症病床已经存无偌济，必须爱甲患者转去其他病院以外，当然全球护士欠缺问题嘛愈来愈严重。国际护理协会统计，即马全球至少欠缺1800万名护理师。The feeling that they've run already 2 or 3 or even 4 marathons with each wave of the pandemic. The prospect of having to go again means that many of them are not sure whether they can. 美国疫情开始拖，每一礼拜平均增加病例甲死亡的人数嘛有增加的状况。不过伫观察注对加这疫苗的数据了后，即马美国甲英国认为注对加这疫苗会当增加对新病毒的防护力，所以敦促民众去做。The encouraging news is that booster doses increased the neutralizing antibody titers by 25-fold compared to 2 doses against the Omicron variant. 为着敦促民众注疫苗，非洲国家象牙海岸为7日开始展开了10天的注疫苗活动。这是纽西兰煞出现有民众用收别人的委托费用代替委托人去注疫苗，短短1天已经注完10剂，引起卫生当局烦恼的正做防疫破口，已经介入调查。国际新闻台是东朋友。
咱来讲，尼加拉瓜宣布甲台湾断交以后，随着去参中国建交。美国的白宫发言人沙奇就批评尼加拉瓜互因的人民损失台湾一个会当瓦靠的民主伙伴。讲这个时阵也讲，美国鼓励所有重视民主法治的国家扩大甲台湾有来往。尼加拉瓜宣布甲咱国来断交，路透社报道讲，这是对美国一项打击。美国白宫发言人沙奇70在记者会批评，美国当权者互因人民失去台湾，这个可靠的民主伙伴。不过，也鼓励所有民主的国家扩大甲台湾来往。Nicaragua's people of a reliable and democratic partner in Taiwan. Taiwan is a like-minded democratic partner, a steadfast partner, and friend to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region. We encourage all countries that care about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transparency, the rule of law, and promoting economic prosperity for their citizens to expand engagement with Taiwan. 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米克斯也宣布，会在1月4号访问台湾，希望会再会晤蔡总统。就算中国来施加压力，也未取消。另外，台湾甲洪都拉斯的关系也真互人关心。路透社报道，韩国新政府团队指出，会维持甲台湾的关系，不过未来有可能转移承认中国。咱澳洲唯一的邦交国教廷梵蒂冈是面临中国要建交，不过教廷爱先伫北京设使馆，双方愿伫协商。美国宣布甲台湾断交，就算伫美国总统拜登召开民主峰会时阵，行政院政务委员同方来出席，并且以娱乐影片的方式，甲世界来分享台湾成功的民主经验。It's standing firm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global struggle with authoritarianism. It also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advancing freedo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worldwide. In COVID-19, we've seen signs of democracy backsliding as authoritarian regimes justify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the name of public health and the greater good. For Taiwan, we combat the pandemic with no lockdowns and the infodemic with no takedowns. 咱国驻美代表萧美琴也出席民主峰会，并且甲美国总统拜登相反伫线顶，强调真欢喜代表热爱民主的台湾人民参与会议。拜登也呼吁各国的领导人共同来捍卫民主。记者综合报道。第5场也是上路尾一场的公投意见发表会，今仔日伫咧公共电视台举办，重新启动核四结案，加方代表黄素修，又有反方的代表台北市议员区伟杰，今日是针对断层厂区设计安全参协会了，才会议题来发表看法。上尾一摆的公投意见发表会11下早举行，其中中客核四公投结案，正方代表是公投提案人黄素修，反方是台北市议员区伟杰。发表会一开始，黄素修就反驳反协方对断层设计安全、中客规划等等的质疑，讲这些质疑拢是无证据。请反核方看一下环评法施行细则第37条，其实可以专案免环评，顶多只要提环差就好了。那共寮这7年封存以来，没有发生天崩地裂的变动。如果2号机的建造下不来，那一定是审查委员被反核集团给收买。黄素修强调，核四有安全无，敢有必然只要公投通过，就要使来共同检视。区委结讲，若要调查核四，即马就要使做，无需要等公投结果。伊嘛针对中客核四需要的环境评估问题进行说明。当年的环评呢是在1991年做的，台湾的环评法都还没有通过，所以核四的环评其实并没有经过台湾的环保署的审核，而是经由非环境专业的这个原能会来试办环评。当时不但没有公民参与，而且审查过程也是不断的放水。区委嘅表示，当时环保署甲监察院拢有提出质疑甲纠正，即马伫相关安全措施完成确认进前，中客核四嘛无法度专案处理。黄素修回应，核四的环评是伫1991年做的，核四的建造并无因为落尾环评法通过来失效。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也那海草大的公投，领先人潘中正强调讲，关东唔是三接唯一的方案，认为蔡政府明明有春秋的空间，却无爱。反方的代表民进党的立委洪新涵是强调讲，这已经是上介好的方案啦。也那针对内地进口的议题，正方的代表台北市议员王宏维，也有反方代表小儿科医师林应仁，也针对贸易障碍，也有三马精的毒性，今仔日也拢说明因的立场。反对内地进口，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王宏维以纽西兰甲澳洲为例，两国无开放内牛进口，也无被要求退出 CPTPP， 要求蔡政府卖误导，更加强调台美的贸易障碍除了内地，要校园的飞机改造食品，即其他项目。敢讲为着台美的关系，嘛要叫学生来改食基因改造的食物类。
要排除贸易障碍，我们就要开放来猪的话，难道我们也因此要重新修法，让基改食品进入校园吗？我们的健康跟我们下一代的健康，到底还要付出多少代价？小儿科医师林应莲是反方的代表，批评国民党开放内牛却是反内猪，发起这个公投是政治的报复，并且强调以形小体素有毒的讲法，可以无度来接受。伊讲伊使用毒性被认定是来自100倍沙丁胺醇来治疗黑菇，敢讲伊是伫谋杀病人嘞。我是不是要被判死刑呢？你故意用有毒的东西去治疗病人，那岂不是你要被判死刑吗？这是谋杀欸！你如果不讲剂量，只讲说哦，它会有毒会死，你想想看会造成怎样的效应？不要一直恐吓人家。另外，伫个海草大公投说明会，林涵林潘中正在第一轮发言时，表达对证人的感谢，包含即阵已经在对立方的人感谢因过去证明关东毋是三接的唯一的方案。另外，即个反方民进党立委洪胜汉搁再讲，三接一提搁再提，已经是上好的方案。郑文灿市长曾经对经济部高层表示，接收站和高原电厂不能通通给我，我只能接受一个。这句话也证实了观塘真的不是三接唯一的方案。三接政策上其实有许多次是可以转弯却不转弯的证据。如果不是已经理解到藻礁的价值，为什么我们要全力留下完整潮间带的藻礁，再要尽力的闪避海底下面的藻礁礁体呢？我认为这已经是当下最好的方案了。伫第二轮发言，潘中正搁再指证海草搭互铁架插入去破坏，因替不要讲话海草搭甲生物徛出来。反方洪胜汉是指出，桥墩踩伫海草搭顶面从来无温麻。另外，这反方一直讲三接毁灭海草搭，也是讲互伊慢性来死亡，根本离事实是相远。记者综合报道。逐年的11月份是雨满载的时间，不过到干大雨25公斤左右，渔民就咧哀讲，这量实在是无够好，甲旧年根本袂比值。学者表示讲呢，洋流的变化无同，满载到台湾的时间也无共款，要到12月份这冬季前后来看才会较准。这样短脚，花莲的是长脚。因为花莲甲宜兰无同的环境，花莲互即个满载渔民爱穿2种无同的网仔。也毋过，互满载季节已经过1个多月啊，即阵也掠无啥有。今年花莲的鳗苗真的都没什么进来，我们去试抓这样啊，一个晚上都不到10尾，大家都很辛苦。顺着乌老洋流来到台湾的满载，每年11月开始，在宜兰、花莲、甲台东、甲屏东以及嘉义这所在，陆续拢会使互着满载，为期大约是4个月左右。也毋过根据统计，即阵互着数量大约是25公斤。养殖业者讲，本季情况是无啥乐观。有出来就无知影是，啊，搁在这个外销嘛影响到啊，外汇咱政府嘛是重要外汇啊。今年来讲，准掠无满是。足特殊的啊！当讲以前捌这情形啊，加减拢还阁有2-3万尾，啊，对目前来讲是掠无啊。台大渔业所韩玉山教授表示，随着海流变化，每年满载受教育的时间无同，今年看来有较慢，数量也较少。不过主要观测时间落伫个冬季前后，也就是12月底时的状况，到时才有法度确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明仔呢，东北季风会变强，东北部的天气会较凉冷，而且会有地震雨。东北部甲大台北山区也有机会会上大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好天。后礼拜二呢，东北季风就会变较弱，气温就会溜溜回升啊！来做伙来看明仔的气象资料。先来看北部，温度上低16度，上悬22度。在中部，温度上低15度，上悬25度。在南部，温度上低16度，上悬27度。在东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25度。金门、平阳、马祖19度到22度。未来3天的气象也斗阵来眼一下。
暝7点半，请观众朋友来收看《青春咱的梦》节目，来看新竹有一阵少年家用相思啊来做梦想的起点。少年家呢，靠相思啊来设计产品，要来杀国产的茶。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Thank you.